開始挖。理論上咧係得嘅，理論上，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就非常之困難。陳子明話：如果真係起好樓先至動工，有兩個方法，一係就由停車場轉深10幾尺，再打橫挖地道；一係就喺建築物外圍開始挖。由於棟樓已經起好，空間有限，只能夠用微型機器甚至人手鑽挖。挖出嘅泥頭超過1600立方米，要320幾轉車先運得走晒。除咗會有好多泥頭之外，另一個疑點就係要喺地底建造地牢嘅結構，會好嘈㗎。周圍嘅人實察覺得到，因為要喺挖空咗嘅地牢起4幅擋土牆，全部都要用鋼筋固定落地基，之後倒石屎。如果大家聽過啲咁嘅機器聲咧，好時就喺建築地盤裏邊咧嗰個震石屎嘅過程嘅。除非你嗰個隔音好似一個係音響室咁好啦，否則啦，就算你一般地盤施工嗰啲隔音啦，喺周邊嘅地方一定會聽到呢啲噪音嘅。佢估計淨係呢兩個工序都要成年，加上其他裝修，09年應該仲未完工。但 Google Map 喺09年8月影到7號嘅門口唔似做緊工程。佢更加質疑左右隔離地基都只係2米深，點解得7號打到去5米？唔會咁巧，5號嘅土質實，9號嘅土質實，而啱啱7號嘅土質就腍，一定會有一啲原因喺背後啦。屋宇署就話，短期內會向業主發出勸喻信，要求清拆相關違規建築。佢哋仲會查埋地庫係幾時施工同埋完工，以及接觸當年涉及工程嘅相關人士。但呢個並唔係調查嘅最主要目的。如果有人涉及交假積，亦都唔係屋宇署嘅調查範圍。有線電視記者盧佩珊報道。